家好，我係江律師。今日我哋想講嘅話題咧就係水貨。喺香港買賣水貨合唔合法咧？喺講個答案之前咧，我想先介紹一下咩叫水貨。水貨真貨嚟嘅噃，佢同行貨一樣，係源自同一個源頭，只係經過唔同嘅渠道嚟香港。水貨就係經過其他國家先輸入嚟香港嘅。去到答案啦，就係喺香港買賣水貨基本上係合法嘅。嗱，雖然如此，有3點咧，我要建議大家要注意嘅。第一點咧，就係如果嗰件產品注重嘅係個外形，嗱，版權條例裏邊有機會參與喺裏邊嘅。嗱，根據版權條例528章第35條，只要符合以下3個條件嘅話咧，買賣水貨係有機會係侵犯版權嘅。第一個咧就係，如果呢件產品喺研發出嚟之後，面世只係12或者18個月。第二個條件咧，如果呢件產品喺香港有獨家代理經營。第3個條件咧，就係呢個獨家代理權咧，用書面寫出嚟嘅。喺呢個情況之下咧，根據頭先35條咧，喺香港買賣呢個水貨嘅產品咧，就有機會係侵犯版權嘅，所以要注意。咁第二樣嘢要注意嘅咧，就係如果水貨同行貨喺本質上有少少距離嘅，例如喺食品方面咧，個包裝原來行貨咧個包裝厚啲嘅，因為食品條例嘅原因，而水貨咧喺外國嘅要求低啲、薄啲嘅。喺呢情況之下，水貨同行貨有分別嘅話咧，有機會會構成仿冒，英文就係 passing off 嘅。最重要嘅就係，究竟嗰啲消費者出事嘅話，揾邊個？如果揾嘅係行嘅話咧，咁就留意少少啦。當你要買賣水貨嗰陣時，第三就係重中之重，今日想刻意講呢一個嘅注意嘅話題。好多時喺香港行貨買賣緊一啲嘅產品咧，佢用一個商標其他人以為呢個商標咧係屬於原有者嘅擁有權嘅，未必嘅。有機會香港行貨買賣件產品係用緊自己註冊嘅商標，然而呢個商標出名啦，好多時好多行貨嘅公司咧用呢個商標嚟經營水貨。喺呢個情況之下咧，你又極有機會咧就侵犯咗行貨嘅註冊商標，不單止，仲有就係仿冒添。尤其呢3點要特別注意，如果你經營呢個嘅水貨嘅買賣喺香港。